趁着政府发这个振兴券，民间有袂少的企业嘛把握机会推出着振兴大优待。譬如讲，有这个超商来推出着活动，第二家免钱；有超市嘛对咧做真罕见，推出着超过100项民生的用品，嘛是第二家免钱要来冲人气。另外，国内的车商嘛来推出着大优待，一台新车唔免60万。 政府推振兴券，超商也加入行列。现在只要凭券买米，第2件就不用钱。平常时爱食、爱啉、爱用的物件，超商即马都有优惠，算算有26项。我觉得蛮实用的，很多上班族或者是一些就是学生应该都会蛮喜欢的。零食不错啊，零食应该也会想要，赚钱就是为了花嘛。 另外一间超商买当到门市去摕优惠券，拢总有70件商品，买一件送一件。但是其实唔那是超商尔，超市嘛做罕你看推出超过100项的商品，第2件免钱，而且连续15天拢有优惠。另外一间国内车商嘛宣布讲，这个月要推出汽车促销，唔免60万就当甲新车开登去。 政府拍算讲7月份发放振兴券，民间业者抢你大兴推出优惠，希望讲会当互振兴的气氛强滚。